經唔覺香港嘅廢青事件已經經歷咗4個月啦。我諗住趁呢個時間過去打廢青。仆你個街！我嚟到先發覺水靜河飛，一個廢青都冇。咁我打6七咩？唯有嚟食碗牛肚麵啊！Edison，今日你嚟香港做乜嘢啊？其實係諗住過嚟打廢青。究竟班廢青匿鳩咗去邊？仆你個街，冇人戴口罩嘅，波罩有人戴，唉，點算？前面好似有啲廢青嘅聚角地，係咪呢度呢？應該係啦吧。好，我上去。